府甲民意代表的职责，就是爱替百姓做代志，替百姓解决问题。所有担任民意代表以来，拢是一个专职专业民意代表。这5年来，伫地方走透透，乡亲有需要时阵，所有一直拢伫遮，所以咱工会嘛做真济。今日透过这个记者会，用出席外来报告咱5年来地方所做的工会，咱希望讲来当继续从这个制度甲这个困境甲支持，麻烦咱大家记者会甲总统支持，所以咱们继续支持咱做法，我是继续服务的机会。好，主题还在中间，换个位置，对，这样。好，来主席讲一下，彰化芭乐好吃的哦。彰化的芭乐非常好吃，台湾的芭乐即嘛世界有名，芭乐会使换美金，这全世界真少国家会当安尼做。但是主要呢，咱伫个农业关政府的政策拢非常的清楚。我会记得去年我伫个行政局咧服务的时阵，数月委员呢，为着农民的代志，为着农保的代志，为着台76线交通建设的代志，三番两次一再而再，以行政议咧甲我讨论要求争取，所以行政局看到遮尔啊困难。民意代表、立法委员用心咧替因拍命，行政院当然经过评估以后，会全力来支持所提出的即寡政策甲方案。所以咱今日看到，伊今日有一张遮尔啊无简单的传话文宣，内底从伊过去所努力所做的最下的代志，每一个社头、每一个村头所做的这个所在，内底内容拢写得介清楚。我相信伊不仅是一个困难，而且一个有责任的，伊对用这种时间段向伊的选民来提出伊的有责任的态度。希望咱的选民会当再一遍看到伊成本，甲伊拍命，搁再一遍甲支持。这样好的国会议员一定爱留伫国会。